今日整緊一支 Apple Pencil 2代換電池，客戶話支筆擺咗好耐冇用，充唔入電。測試過之後，確實係完全充唔入，直接將支筆拆開，支筆入面係打膠封死嘅，冇辦法完整拆解，暫時只能用比較直接嘅方法清理殘膠。拆電池排線要喺筆殼度開個天窗，跟住整走電池排線上面嘅封膠，再拆走排線，之後將舊電池拆出嚟。裝上新嘅筆模，跟住倒轉拆開嘅順序，裝上新電池。扣好排線，測試下可唔可以充到電。跟住裝反新筆管，換電池就搞掂，最後再測試多次。測試過一次正常，可以放心交俾客戶。